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6，箴言29章在安尼讲：戆人有生气，就拢拼出；毋过有智慧的人，会晓控制生气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有智慧，会晓控制生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全能的上帝，伫你满有荣光甲威严，你的名是应当受尊重甲敬畏的。主啊，愿大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恳求你，使愿敬畏你的心，互阮在时刻来纪念你的伟大甲圣洁，也互阮通时刻遵趁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愿感谢你用听甲怜悯来宽待阮，不用生气来刑罚阮，因为你是慈爱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话教示阮，温和的应答，互生气煞；刺擦的话，激起生气。因为戆人有生气，就拢拼出；毋过有智慧的人，伊会晓控制生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